今年总统府春联由小英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共同署名，以扭转乾坤4字，就希望扭转疫情的冲击，团结平安，渡过难关。另外，一颗银的福地印上设计精美的水牛图案，向前健轮往生。伫福地展开，也当看到水牛妈妈甲小水牛对上的图样，代表家庭圆满。所春联、福地甲红包一送到民进党市党部，就侪侪民众甲支持者陆陆续续来摕。市党部主委潘新传也亲自发送，提前互大家感受过新年的喜气。你刷过来帮大家客者吼，来来。哦，这不容遐专工为刷过来，你是看到新闻还是看到阮群主写的？弄快了。哇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，注意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啊，就是2021，就是希望今年台湾可以一切顺利、好运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啊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今年呢，总统、副总统的红包设计的扭转乾坤，因为现在全世界疫情严重，那很多各行各业都面临很大的挑战跟难关，那就是希望呢，借由这样红色的喜气，还有坚韧这个金牛年的扭转乾坤，祝福所有的国民呢，祝福全世界都可以赶快度过疫情，扭转乾坤，然后从低谷翻身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因为肺炎疫情因故，今年过年无机会亲自对小英总统手中摕到福地。不过市党部表示，民众会当到党籍立委、议员到里长服务处来摕，只是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新年快乐，扭转乾坤。台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